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4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诺贝尔奖。最近咱们聊过几期诺贝尔奖，尤其是这个北京日报，对吧？10月16号发表评论拿没拿洋奖定义不了中国发展水平。这个评论里面批判了唯洋奖论，批判了咱们有部分人这种诺贝尔奖焦虑，甚至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热衷于用诺贝尔奖数量来敲打中国。批判了唯诺奖论，我们的发展根本就不是为了获得这奖那奖，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结果这个今天这个财新网他就刊登一篇文章，叫中国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为何仍然稀少。显然有跟这个北京日报打擂台戏的意思对吧？明明已经说了不要拿洋奖来说事，你还在这儿说什么诺贝尔奖为什么稀少？咱们拿不到诺贝尔自然奖科学奖，这个属于唱反调认知非常低下，格局也不高，站位也不高所以本着一个批判的态度我们来看看这个财新网它是怎么站位不高，对吧？怎么认知比较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跟不上北京日报的这个步伐。看看这个财新网说的有没有道理它的作者叫石路易，10月24号新鲜出炉我们要看一看财新网的它认知到底比北京日报差在哪里。财新网说他说每年10月上旬全球科学界聚焦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奖项时，许多国人总会问一个问题：为何中国至今鲜有本土科学家获此殊荣？北京日报已经说过了这就是唯诺奖论，这是不对的。全球科学界聚焦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时，他说这个话题已经错了，你最好把中国去掉，对吧？就全球不含中国，你要括号不含中国，聚焦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因为咱们说了嘛，北京日报已经说了，这个我们的发展从来不是以获得诺奖为这个目标，那自然不会去聚焦所以这个财新网这个开头就错了这不能不指出10月18号，著名物理学家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逝世，人们缅怀这位中国科学巨匠的同时，也不禁再次回顾他生前对于中国人获诺奖的殷切希望。2007年，杨振宁在华中科技大学一次演讲上预言中国20年内必有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2009年，他做客扬州大学，再次提到20年内中国本土产生诺贝尔奖是肯定的。说实话这个杨振宁作为我的老乡我是非常认可他这个说法的。当然他说这20年内这个不一定准确。这个杨振宁恐怕有人还不太知道他老家祖籍安庆怀宁县他这个杨振宁，这个宁就是怀宁他爸给他起的名字杨是姓，振我们这儿中间那个字是辈分，他是振字辈，宁就是怀宁杨振宁出世的时候，就是他刚生下来，他爸在安庆应该是一个中学还是一个叫安徽师范吧当老师。上个世纪初安庆不像现在这么落魄，那个时候安庆是全国妥妥的一线城市，改革开放的前沿洋务运动的这个发源地当然现在已经这个退化成未来的联合国总部这个跑题了不仅是杨振宁，一些科学界人士也持乐观预期。2013年9月，时任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伟表示，10年之后诺贝尔奖这样的国际性大奖在中国出现会成为常态，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奖项肯定能拿下，没任何悬念。转眼已至2025年，中国本土科学家中仅有屠呦呦一人因发现青蒿素而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那么诺奖的诞生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土壤或条件？我们的差距又在哪里？这个财新网认为是时间与经费的游戏。财新网说他说科学界一个核心共识是，科学理论的发展与验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理论从假说走向成熟需要逻辑打磨，还需要经历实验反复验证与科学共同体的审视，每一步都无法脱离时间一蹴而就。在诺奖历史上，一般来说从发表论文到获诺奖都需要经过数十年的光阴。像杨振宁与李政道那样，在发表相关论文第2年就荣获诺奖的
的情形极为罕见，甚至有很多科学家仅仅因为没有活得足够长而与诺奖失之交臂。这个西湖大学副校长向财新表示他说诺奖的产出数量往往与一个国家在20-30年前经济实力和科研投入水平呈强相关性。美国在二战后成为诺奖高产大国，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而日本的经济开始高速增长，则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1968年，日本 GDP 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2位。1970年到1990年代，日本在基础研究领域持续深耕，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奖项的成果也大多也是这个时间段诞生。说诺贝尔奖奖励的是从0到1的原创科学成果，这项工作需要充裕的经费、良好的环境以及时间的沉淀。一名学者向财新总结到，某种意义上，基础科研是无需为生计考虑之后的兴趣游戏。二战前自然科学研究中心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有统计研究发现，20世纪至1945年，美国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人数少于英国和德国。二战期间，美国经济迅猛增长。二战结束后，美国确立了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这一切是经费和时间的游戏。美国实现诺奖碾压式跃升，正是得益于其二战后 GDP 爆发式增长和科研投入大幅增加。二战结束后二战期间呢，美国还接纳了爱因斯坦、费米等大量欧洲移民科学家，他们将欧洲的先进知识带到美国。曼哈顿计划之父奥本海默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去德国哥廷根大学读博士，后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并创立了奥本海默理论物理学中心。像他这样在欧洲受过科学训练的科学家到美国后对美国的科学教育体系做出了巨大贡献。前述研究统计显示，从1945年至2010年，诺贝尔科学奖中，美国学者获得了158个，占比高达55%。就是这个财经网他引述专家的观点，认为这个诺贝尔奖就是时间和金钱的游戏，但是这要打个引号也就是你得有投入大量的基础研究的投入经费，完了之后还要经过长时间的，就你不能说今年投下去，明年就要出成果，这个中间相差几十年。从德国、从日本、从美国的经验，也就是说诺奖的多寡跟你几十年前的投入有关系，几十年后才有成果。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客观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不是说你前期经费投入够多，时间够长，就必然会有诺贝尔奖，所以这个要打个问号中国科学家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科学研究环境，以及研究经费的大幅提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最近20年的事情。这10几20年的积累与别人几十年上百年相比，知识积累的过程肯定是不够的。这个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创新学教授、低碳经济与科技创新研究中心专家曹聪向财新表示在20-30年前，即1990年代前后，中国尚处于经济发展的爬坡期。原来的中国太穷了，那个时期科研工作者面临的局面是有好奇心，但缺乏设施和科研经费。许多科学家也都认识到这一点，即需要沉淀才能产生诺奖。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包括政策层面，都在焦虑科技创新，这种焦虑源于一种民族自豪感下的集体心态。他说我们已经穷了100年了，这个穷了100年这个说法不准确应该说一直穷吧，对吧？尤其是就是老百姓嘛，应该说一直穷比较这个符合历史大唐盛世，对吧？咱们好多盛世什么康乾盛世、贞观之治，那些更多的都是贵族，对吧？这个上层人的盛世，而即便跟老百姓有关系，那个时间也非常短暂，对吧？稍纵即逝很快就开了倒车。这个对历史感兴趣的恐怕这个应该比较清楚。所以说他说我们已经穷了100年，这个不对，一直穷，现在好不容易富起来了，这个说的还有点靠谱吧？也就是我们富起来也才20年，不到30年吧，其实很短暂的。那我们什么都行，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从科学发展规律来看，我们完全没必要焦虑。现在国内有足够多的科研工作者和大量投入，多名受访学者都表示乐观，未来10到15年，我们会继续大力投入科研，大量购买设备，给学者们经费，那么总有一天会突破。一位受访学者表示，我说实话这些学
学者啊和财经网一样啊，认知都不高。北京日报的文章啊要反复研读啊，不要把目标盯着诺奖，那没有意义啊。诺奖不代表咱们啊科技发展水平，对吧？我们要争取搞出我们自己的奖项，让外国人都来争取，对吧？获得咱们这个奖项，按照我们的标准，让他们就是评不上，让他们生气，让他们对吧奋起直追，然后 PUA 美西方。这个财经网说啊，原创性突破需要环境。他说，但多名学者也提醒说，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就一定会涌现诺奖级别的原创性成果。哎，这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时间到了，你投入也够了，是不是就必然会有诺贝尔奖？这个不一定吧。如果说诺贝尔科学奖奖项的滞后性是历史经济水平的客观反映，而当下国内的科研资源分配与评价导向与原创性工作并不完全适配，这也是制约中国本土原创性成果涌现的症结之一。这个说京都大学和什么哥廷根大学啊，说之所以能成为诺贝尔奖的常客，核心在于其自由的学风。这种自由体现在学术上的不畏权贵和减少外部干预。在研究中啊，学校鼓励学生拥有各种新奇想法，并勇于尝试。师生关系也不是简单的指导或干预，而是鼓励学生进行自由探索。老师的角色是提供发展机会，而非限制学术方向。这种氛围培育了勇于挑战既有权威和传统看法的精神，为原创性突破奠定了基础。那咱们这边那肯定就不一样了，对吧？咱们是叫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叫四维怪圈。一些学术评价标准适于短期化、功利化，科研人员将大量精力耗费在追逐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上，难以倾心从事长周期、高风险的原始创新。目前国内的科研评价导向与国际成熟的学术体系也存在差异。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介绍啊，说英国科技体系对新教师的评价没有成体系的与经济收入直接挂钩的考核，大学整体评估也侧重研究的优异性，但文章仅占 55%， 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影响因素占 25% 的比重。那咱们这边科研人员忙于造假，对吧？要拉项目，拉不来你就自己找个施工队、装修队，对吧？造假，搞个什么室内装修与低碳生活啊，这么一个科研项目，实际上就是给房子装修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就是科研人员的功夫都是花在造假上面。还有一个啊，就是科研体系中资源分配存在马太效应，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年轻头脑的创新空间，院士、杰青等头衔成了获取更多资源的通行证。这种异化会导致科研经费过度集中于少数以功成名就的科学家手中，挤压了原创性乃至天才性的研究空间。这个科研经费啊，更多的像有头衔的，对吧？这些倾斜，导致年轻的没有头衔的，那就更难得到经费，那只能靠造假，对吧？完了他还背指标啊，他得拉来科研经费。财经网说啊，在国际交流中被看见，也就是说啊，要多去交流。网上有对诺贝尔科学奖政治化叙事，比如认为这是西方的奖项，就是看不起中国人。这个财经网跟北京日报那就是直接打擂台了，唱反调啊，这不好吧？对此，多名受访者学者啊向财经表示，过去100年诺贝尔科学奖可能有零星几次颁错的情况，但它之所以能被全球科学界长期尊重，恰恰是因为其坚守公正原则和严谨的科学品味。这些学者有点说法有点欠妥啊，不是我挑他毛病啊，就是他应该说啊，但他之所以能被全球科学界夸胡，不含中国啊，然后长期尊重，我们对诺奖也不是不尊重啊，咱们拿到了诺奖，那咱就尊重诺奖，咱没拿到，咱为什么要尊重他，对吧？就不要那个啊教条主义啊，不要迷信，对吧？诺奖拿到了，那诺奖就是有用的，代表着科学方向，代表着最高水平；没拿到，那就诺奖它就不代表最高水平。我们是代表最高水平，也有这个自信啊。自然科学奖项公正性是建立在科学的普遍主义原则之上，科学在中国、在美国、在英国都是普遍的。在评价科学发现时，只评价科学本身，而不是评价作者的身份。曹聪总结到，这个认知非常的偏颇啊，有局限性。科学在中国、在美国、在英国是普遍的，这个说法不准确啊。我可以这么说吧，我负责任的
说啊，如果诺贝尔医学奖能够颁给中医，对吧？中医能够去参选，那以后啊，诺贝尔医学奖那全是咱们包了，没毛病啊。不要说零的突破了啊，就以后就是已经突破一次了，那后面以后全是咱们医学奖。你外国人对吧？美西方你别指望，而且他追不上，没法追。美西方他不敢呢，根本就不敢把中医纳入，对吧？诺奖的评选范围，这是啊美西方对咱们的偏见，他害怕他自己知道啊差距太远，而且美西方啊在这方面他也不投入经费，不研究，为什么呢？摆烂，因为他知道追不上，怎么追都追不上，他就放弃了，摆烂了，对吧？我是建议咱们搞一个中医，对吧？或者叫传统医学什么奖项，多名学者提到要被看见，说即便是在当今国际环境逆全球化的潮流中，依然需要积极进行国际交流。这个说法也比较有点狭隘啊，我们应该让外国人到我们这儿来交流，对吧？这咱们要有一种自信啊，叫天朝上国嘛，万邦来朝。这个恢复了过去的朝贡体系不挺好的吗？都是小国，对吧？你们西方这些小国没事多来朝拜，在这儿来交流，我们给他发点奖回去啊，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以前就这么干过，没毛病啊。专家建议啊，说中国高校或非官方的科学共同体可以积极与瑞典的主要大学充分加强交流，比如让卡罗林斯卡学院教授和诺奖委员会的成员看到中国人做了什么工作。这个卡罗林斯卡学院就是那个诺贝尔生理学或者医学奖评审机构。对呀，让他到中国来充分的理解一下中医，博大精深。这些人美西方的这些专家啊，眼界非常狭隘，你知道吧？根本就理解不了这中医，对吧？你得让他来感受，给他扎2针呢，不行给他拔个罐。说国际交流本身就不限于学术论文的发表，更在于面对面交流。这个说的我认可啊，这个对吧？你光写文章谁也看呢，对吧？没空，你给他扎针，对吧？你给他拔火罐，你给他点穴，所以面对面交流很重要啊，就是让他理解你的文化，理解你这个对吧？这个基础。历史上很多重大发现，往往是科学家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灵光一现。你看啊，这个有学者举例子啊，于小华认为他是重大的发现被认可，不是一定要发顶刊，也就是不一定你非要在顶级刊物上啊发表什么报告或者论文，没必要。他说2002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科学家田中耕一就从来没有在真正的学术顶刊上发表过论文，他就是参加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国际会议，做了一个报告内容打破了普通人的想法，后来拿了诺贝尔奖。这个咱们也可以啊，这个加藤老师就会干这个，动不动来个代工报告，每个人脑袋上顶一个铝锅啊、铝盆，代工报告，这是以前经常干的啊。很可惜啊，没有被这个诺贝尔奖评审机构看见，他自然没有办法体会这种神奇之处啊、奥妙之处，对吧？还有专家提醒啊，他不应过分制造任何科学都应该保密，以及警惕科研外流的恐慌。科学技术、军工等都有非常明确的边界，以基础科学为中心的项目不需要保密，也从来只有在开放和交流中才能快速发展。这个财经网这篇文章确实认知上啊，比这个北京日报还是要差一点，还是没有走出这种伪洋讲论。刚才我说了啊，对吧？财经网也说了，他说你时间够了，然后你投入够了，以后的那个诺奖就遍地开花，就有了。这个你看很多专家，包括杨振宁，他也是这个态度。杨振宁认为20年就够了，也就是他是2007年说的，那20年就是2027年，他认为啊那时候中国人拿这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就多了。但是现在20年虽然还没到是吧，那也就差个2年3年了，那为啥咱们好像这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好像还没影儿，对吧？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看看啊，有学者提意见了啊，这个中科院的院士王贻芳就在大家盯着北欧的颁奖礼的时候啊，他来了一句啊，他说我们没有人在乎诺奖，我们科研人员整天想着当官，很有可能啊，这位院士啊一语道破了啊，当今中国科研人员的这个困境呢。实际上大部分科研人员并不是啊这个全心全意的一心扑在科研上面，而是扑在当官上面。这话听着扎心，但是过于真实。这个王贻芳院士他说，国外科学家之间聊的都是问题，他说到了我们这儿，咱们聊的是头衔。他说你在国际会议上问一位外国学者，你是院士吗？说人家可能一脸懵逼啊，人家不知道院士干啥的，说那是什么职位，能做实
实验吗？但是在国内呢，头衔决定了你的经费多少，是吧？院士才有项目，杰出青年才有项目，才有经费，你其他人你没有经费啊。你有院士头衔的话，项目追着你跑，所以这就是你看需要这个帽子。而恰恰你看那个屠呦呦获奖，这是最大的讽刺啊，因为屠呦呦她不是院士，她也评不上院士，在我们这儿她根本就不够格。有网友就说了啊，管你是什么学者，你到了咱们这儿，你就得知道鱼头冲水，谁喝3杯是吧？鱼尾冲水，谁喝4杯？来了先学会敬酒，这些啊比你这个学术啊更重要。我相信啊，这些专家所说的，我相信这个杨振宁啊，还有很多学者说的，在时间够长，在这个经费够多，也就是咱们 GDP 上去了，科研经费也多了，那么我们的这个诺奖啊，尤其是科学奖，对吧？一定会越来越多，这个是前提啊，大家要相信，因为这个德国、美国、日本就是这么过来的。那为什么如果咱们对吧，20年过去了，30年过去了，还是没有诺奖？那你就得找原因了，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我们离诺奖越来越远，对吧？这些学者说的话难道都是错的吗？如果说这些学者所说的啊，时间、经费是这个获得诺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是吧？那获得诺奖的充分条件是什么？这个问题啊，恐怕还只能由这个北京日报来回答，因为别人回答不权威，没有说服力，也没有格局，对吧？更没有更高的站位啊，所以最好是由这个北京日报来回答充分条件是什么。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